3日內2單長者馬路驚暈，逆線穿梭觀塘天后主幹道。揸緊車嘅時候遇到大地任我行，真係嚇到個心都離一離。更何況係老人家喺大直路逆線漫步。禮拜一晚8點幾，觀塘道啟業村對開，竟然有位長者拉住車仔喺快線逆流而行。當時啲車喺身邊高速飛過，場面相當危險。好彩司機大佬一眼關七，急剎兼打死火燈提水，最後交通警及時趕到，將長者平安帶走。其實觀塘道之前都出過唔少涉及行人闖入馬路嘅交通意外，今次冇穿冇爛，真係萬幸。咁啱上個禮拜六喺天后嘅英皇道亦發生類似驚險場面，有位婆婆推住助行車喺馬路中間反方向行，好彩有位送外賣嘅南亞師兄見義勇為，將單車打橫閘住後面嘅車，並引導婆婆返去安全位置。網民睇完片大讚師兄好人好事之餘，亦都有人話大家唔好急住鬧老人家亂過馬路，事關佢哋好可能患有腦退化或者認知障礙，根本唔知自己身處險境。下次大家喺街見到神情彷徨嘅長者，不妨收起責備，主動伸出援手，隨時可以避免一場悲劇。Techline 繼續同你 tag 盡香港至 hot 話題，睇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我哋需要你嘅支持，更需要你嘅消息。有料即爆 ，WhatsApp 報料熱線91060617。